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7，咱要对民数记第11章读到第1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1章，以色列人民发怨言，因的不满传到上主遐，上主听到就发大生气。上主降火伫因中间，烧营地的外围。人民对摩西哀求，摩西就祈求上主，火就发。迄个所在就叫做他比拉，因为上主伫遐降火烧因。因中间的外族人笑想要食好物，以色列人嘛提口讲。若有肉通食，毋知偌好咧。阮会记得伫埃及食鱼免钱，阁有试过、丝瓜、韭菜、葱头、蒜头，阮已经无元气啦。因为玛纳以外，阮拢无物件通食。玛纳亲像原水银，小弟亲像珍珠，人民四界去捡，有诶用石锤银，有诶用针菇蒸。用蚵仔煮做饼，滋味亲像超油的饼，面是玛纳甲露水做伙落伫营内。摩西听到人民家家户户伫布片口在吼，上主真生气，摩西嘛无欢喜。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你是安怎歹款待你的仆人？我是安怎无得到你的恩典？你竟然将所有人民的胆下伫我的肩头顶，这个人民兼是我怀孕的，兼是我生的，你竟然叫我着甲因抱伫胸前，亲像老爸在养饲食奶的婴仔，到因进入你宣誓，要赏赐因祖先的地，我要去倒位摕肉。”来互所有人民食，因为因拢靠赖我，讲，互阮有肉通食。这个人民的胆上重，我家己担当袂起。你若安尼对待我，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求你随时甲我抬死，互我免阁看到家己安怎受苦。上主对摩西讲。你着调集70个长老，就是你所捌做人民的长老甲官长下来，互因甲你徛伫会幕前。我要降临伫遐甲你讲话，嘛要将降落伫你身上的神分互因，因就甲你分担管理人民的担，才免你家己一个担当。你嘛着甲人民讲，恁着家己分别做成，准备明仔载食肉。因为上主有听到恁提口讲，互阮有肉通食，阮伫埃及真好，所以上主要互恁有肉通食。恁毋是简单食1日、2日、5日、10日、20日，伊要互恁食几个月，食到肉对恁的鼻孔喷出来，食到胃，因为恁气煞住伫恁中间的上主，甲伊靠我讲，阮哪着出埃及。摩西讲，只会甲我做伙的人民，简单行路的查甫人就有60万。你讲，我要互因规个月拢有肉通食。兼有9额的牛群、羊群通抬来互因食，甲大海所有的鱼拢掠来，兼有够因食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是看上主的气力无够是无？但你要看到我的话实现。”摩西出去，将上主的话甲人民讲，佮调集人民中间的长老70人。互因徛伫会幕的四周围，
上主伫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讲话，佮将降临伫伊身上的神分予迄70个长老。上主的神临到因的时，因就亲像先知入神讲话。以后，这个事无搁发生。有两个伫名单内面的长老，以利达甲米达，犹原留伫营内，因无去会幕遐。毋过，上主的神嘛临到因，因就伫营内讲先知的话。有一个少年人行来甲摩西讲，以利达甲米达伫营内入神讲话。对少年就做摩西的助手，论的囝约书亚讲，请我的主摩西甲因禁止。摩西甲伊讲，你为着我地怨妒因是无？可袂得上主将伊的神赐予伊所有的子民，予因拢做先知。后来，摩西甲以色列的长老就倒去营内。上主起一阵风，对海里甲鹌鹑吹来伫营地周围。4颗人长有一日的路程遐宽，离地面大约1公尺悬。人民规暝规日甲第二日规日拢起来掠鹌鹑，掠上少的嘛有10堆，拢摆伫营地四围，嘛要伫因的喙内底部，上主就对因发生气，降大瘟疫拍因。迄个所在就叫做基卜罗哈塔瓦，因为因伫遐埋葬遐个贪欲的人。以色列人对基卜罗哈塔瓦去到哈西路，就住伫遐。第12章，米利安甲阿伦批评摩西，因为伊带古实女子做某。因讲，上主兼简单通过摩西讲话，兼无嘛通过阮讲话。这话上主有听到。摩西做人非常谦卑，赢过世间所有人。忽然，上主对摩西、阿伦甲米利安讲：恁三个拢出来会幕遮。因三个就出来。上主伫云条中降临，徛伫会幕门口，叫阿伦甲米利安，因两个就行进前。上主讲：恁着听我的话，恁中间若有先知，我上主是用异象，予因捌我，通过民望甲因讲话。毋过，我的仆人摩西毋是安尼。我将我的全家交代伊，我是甲伊面对面讲话，明明讲，伊毋免摇，伊甚至会看见我的形象。恁哪敢批评我的仆人摩西？上主对因生气，就离开。云对会幕的顶面闪过。米利安忽然起严重的皮肤病，伊的皮肤亲像洗血白。阿伦看到米利安起严重的皮肤病，就对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毋通因为阮愚妄犯罪，予阮受刑罚。求你毋通予伊亲像出母胎就烂一半的尸体。摩西就哀求上主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医好米利安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伊的老爸若甲伊配喙烂伫面呢，伊兼毋免见笑7日，等着甲伊隔离伫营外7日，然后才通予伊倒来。对安尼，米利安就予人隔离伫营外7日，人民无起庭，听候到
米利安倒来。后来，人民对哈西略起程到巴兰的抗议战赢。第13章，上主命令摩西讲：你着对大家支族选一个族长，派因去探测。我要赐予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派各支族的族长对巴兰的旷野出发。这个族长的名记伫下面。鲁便支族是撒克的囝沙摩亚，西缅支族是何利的囝沙法，犹大支族是亚胡尼的囝加勒，以撒迦支族是约瑟的囝以加，以法莲支族是伦的囝何西阿，便雅悯支族是拉胡的囝帕特，西布伦支族是所底的囝加迭，约瑟的后代马拉西支族是苏西的囝加底，但支族是基玛利的囝阿米利，阿瑟支族是米迦勒的囝西帖，拿弗他利支族是珀西的囝拿比，迦迭支族是马基的囝九利。以上是摩西派去探测迄个地的人的名。摩西甲伦的囝何西阿号名叫做约书亚。摩西派因去探测迦南地时，对因讲：恁去尼吉夫爬上山，看迄个地生做啥物款？遐的居民是强还是弱？人数多还是少？大的地是好还是歹？大的所在是无啥像的野地，还是坚固的城？搁看迄个土地是肥也是瘦，有树木也无。恁着勇敢，将迄所在的果子带一寡倒来。迄时拄仔是葡萄初熟的时，因就去探测对顺的旷野到利河的地区，直到哈马隘口。因搁对尼吉夫上去希伯伦，这个城比埃及的索安城较早7年起造，有阿纳族的阿希曼人是苏人、达美人住伫遐。因到伊是国山谷，插一支葡萄树蛙，顶面有一耙葡萄，需要2个人扛，搁带一寡石榴甲无花果倒来。因为以色列人对遐插一耙葡萄，迄个所在就叫做伊是国山谷。因探测迄个地42久，才倒来。因来到巴兰旷野的加迪斯，见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的会众，甲因汇报规个行程，佮互因看迄所在的果子。因对摩西讲：你派阮去探测迄个地区，果然是老年甲蜜的地。这个就是迄个所在的果子。毋过，迄所在的居民真勇，城大佮坚固。阮伫遐嘛看到阿纳族、阿玛利人住伫尼吉夫地区，迄人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住伫山地，迦南人住伫海边甲约旦河边。加勒
伫摩西面前，互人民安静落来，讲：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，咱一定会赢。毋过遐个甲伊做伙去诶人讲，咱无法度攻击遐个人民，因为因比咱较勇。遐个去探查诶人对以色列人散布谣言，讲阮探查过、行过诶地是吞食人诶地，佮看到诶居民拢真大汉。阮看到诶阿拉族诶人就是大汉人，因是大汉人诶后代，甲因比起来，咱亲像草莓，因看咱嘛是安尼。第14章，全会众就出声埋怨，迄暝因拢啼哭。以色列人埋怨摩西甲阿伦，对因讲：可袂得阮死伫埃及，可袂得死踮即个旷野。上主若要带阮来到遮，害阮互人杀死，某囝嘛互人掠去，阮倒去埃及，兼无较好。因互相讲来讲去，咱着选一个首领，带咱倒去埃及。摩西甲阿伦拍落伫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，探查迄个地的人中间，伦的囝约书亚甲耶芬尼的囝加勒，拆离因的衫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阮探查经过的地是真肥佮水的地，上主若喜爱咱，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，将迄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咱。毋过，恁毋通背叛上主，嘛毋免惊迄所在的人，因为互咱吞灭，甲因保庇的拢已经离开。上主甲咱同在，毋免惊因。全体会众讲要用石头甲因钉死。迄时，上主的阳光伫会幕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即个子民藐视我，要到第时，我伫因中间行遐济神业，因到第时才会信我。我要用瘟疫拍因，互因袂当承接即个家业。毋过，我要互你真做大国，比因较强盛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若安尼做，埃及人一定会知，因为你捌用你的权能带遮的人民对埃及出来。埃及人会对即所在的居民讲即个事，即所在的居民嘛已经知。上主，你甲遮的人民同在，你的魂伫因的顶面，伫迄中间，你对因显现，互因亲目看见。你是用云条，暝是用火条引带因。但你若一下手杀死遮的人民，遐会听见你的名声的列国会讲，因为上主袂当将即个人民带入去伊对因立誓应允的地，就伫旷野甲因消灭。但求我的主照你所应允的，显出你的大权能。你捌讲，上主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甲过失，一定袂甲有罪的判做无罪，袂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世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即个人民的罪孽，亲像你对带因出埃及到今，常常赦免因同款。上主讲：我要照你的话赦免因，毋过我基于我的活命，甲我充满全地的阳光立誓。这个人虽然有看见我阳光，佮看到我伫埃及甲旷野行过的神业，要试探我10摆，毋听探我的命令，所以因一定袂当看到我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。
所有表示我的拢袂当看到。毋过我的仆人加勒，我要带伊入去伊行过的地，伊的后代嘛要得到迄个地做家业，因为伊有甲别人无共款的心志，专心跟对我。明仔载恁着转方向，对红海的路去曠野，因为阿玛力人甲迦南人住伫山谷。上主佮对摩西甲阿伦讲：这个歹的会众对我发怨言，要到第时。以色列人对我的怨言，我拢有听见。着甲因讲上主讲：我记我的活命立誓，我要照恁所讲的怨言对待恁。恁的心思会倒伫这个旷野，恁中间有登录20岁以上对我发怨言的人，一定袂当入去我立誓应允要互恁徛起的地。只有耶夫尼的囝加勒甲伦的囝约书亚才会当入去。毋过恁所底想会互人掠去的囡仔，我要带因入去，因会得到恁所弃杀迄个地。恁的心思会倒伫这个旷野，恁的囝儿会伫旷野流浪40年，担当恁无忠实的罪，直到恁伫旷野完全消灭。恁探查迄个地的日子共40日，一年抵一日，恁着对恁犯的罪孽付出代价40年。恁就知反对我的结果是安怎。我上主已经讲，我要安尼对待所有组织对敌我的歹会众，因要伫这个旷野消失，死伫遮。摩西派去探查迄个地的人，倒转来报迄所在的歹消息，直到全会众对摩西发怨言。遐报歹消息的人拢拄着瘟疫，死伫上主的面前。去探查迄所在的人中间，只有伦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加勒还活着。摩西将这话甲以色列众人讲，人民就真悲伤。因透早起来上去山顶讲：阮有犯罪，但阮伫遮。阮要上去上主应允阮的地。摩西讲：恁若要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恁安尼做袂成功，毋通去，因为上主无甲恁同在，恐惊恁互对敌打败。阿玛力人甲迦南人拢伫恁的头前，恁会死伫因的刀下，因为恁无缀上帝，所以上主无要甲恁同在，因坚持要上山顶。毋过上主的约柜甲摩西无出营地，对安尼，阿玛力人甲住伫山里的迦南人拢落来攻击因，甲因打败，甲因赶到何尼玛。第15章，上主命令摩西。着吩咐以色列人，恁去到我赏赐恁徛起的地。若要对牛群、羊群中间出来做芳芳的祭物，用火烧献予上主，无论是烧化祭，也是别款的祭，是社员，也是甘心献的祭，也是节期的祭，逐只羊仔着配用1公斤幼米粉超1公升油做素祭，以及1公升的酒做奠酒祭。无论是烧化祭，也是别款的祭，奉献的人拢着照安尼献祭物予上主。献绵油港着配用2公斤的幼米粉超1公升半的油做素祭，佮用1公升半的酒做奠酒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，献予上主。你若献牛犅做
烧化祭，也是别款的祭，来谢愿，也是做平安祭，献互上主。用3公斤的幼米粉超2公升的油做素祭，甲牛公仔做回献。佮用2公升的酒做奠酒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，献互上主。献每一只牛公、绵羊公、绵羊仔，也是山羊仔，拢得照安尼奉献。无论你奉献几只，每一只得照安尼办理。逐个在地出世的以色列人，若要献用火烧的芳芳的祭互上主，拢得照安尼办理。若有外族人来住伫恁中间，不管因是暂时，也是世世代代住伫恁中间，因若要献用火烧的芳芳的祭互上主，恁安怎献，因嘛着照安尼做。关系会众，无论是恁，也是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拢着守同款的规例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伫上主的面前，恁安怎办理，因嘛着照安尼做。恁甲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着遵守相款的律法、相款的规例。上主佮命令摩西，着吩咐以色列人：恁去到上主带因入去迄个地，食迄所在的美牛，着献礼物互上主。恁着将第一块烘出来的饼压悬做礼物献互上主，亲像伫五角场将粗色的五角压悬来献同款。恁世世代代着照安尼做，献礼物互上主。恁若无意中犯着上主命令摩西的任何诫命，就是上主通过摩西命令恁的，对上主命令恁迄日到以后逐世代，老人犯着，毋久无人知，会众着献一只牛公仔做烧化祭，佮照献祭的规例配素祭甲奠酒祭，做伙做芳芳的祭献互上主，佮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。这是着为以色列全体会众赎罪，因就得到赦免。因是无意中犯错，嘛有为着因的错误，带用火烧的祭物甲赎罪祭到上主的面前献互伊。以色列会众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就要得到赦免，因为这是人民无意中犯着的罪。老人无意中犯罪，伊着献一只一岁的山羊母做赎罪祭。这是着为无意中犯罪迄个人伫上主的面前赎罪，伊就要得到赦免。在地的以色列人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若无意中犯罪，着照相款的规例办理。老人故意犯罪亵渎上主，无论是以色列人，也是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着将伊对人民的中间隔出。迄个人藐视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伊着受隔出，为家己的罪负责任。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，有一个人伫安息日抾茶，遐个发现伊抾茶的人，甲伊带去摩西、亚伦甲全体会众遐，因甲伊关起来，也未确定要安怎办伊。上主对摩西讲，一定着甲迄个人处死，会众着伫营外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会众甲迄个人带去营外，用石头甲伊钉死，是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上主命令摩西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因着世世代代伫三更做手，佮伫手的顶面烧一条蓝色的幼带。这个手是要互恁看到，会记得遵守上主的命令，才免恁放纵
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，直到恁对我不忠，安尼恁才会记得实行我所有命令，分别做成归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要带恁出埃及地，要做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咱今日读圣经节伫民数记第11章到第15章。